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学甲实验白话语文研究一个主题：新梁显伯同祝英台嘅戏剧片，课文1:1:2对照录音第47篇，提供各位乡亲大家嚟做个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一个戏剧片呢，可以讲这个完全都要用白话文来编写，怎有办法讲讲出来流利好听，同时能够入味安尼哈。再过来呢，就是希望各位乡亲大家能够会讲就会写哈，跟当前对个戏剧文章用白话文来写嘅实在非常的有困难不容易嘅素材啊！好来，我哋今日开始讲梁显伯与祝英台嘅流行嘅故事，也用新嘅哈，同旧嘅也多少會有些不同。戲劇中人呢，戲劇中人啊，一共有18個人個台詞咯。戲文一個睇嘅都旁白，迄鄉親呢，兩新夫妻竟然50歲，家中做農為生，嘅話有一子名喊多顯伯，我哋客家話講顯伯，關於講三伯嚇。有一日兩姓人家頭戴烈馬，樹卡定腳頭，這個肩頭披掛面帕位，插腳做田舍，轉到家中來。次年嘅嚟投胎咯，讓佢投胎咯，就講兩夫這個時間過為正急嘅，天色該無幾多一多，日頭又走到頭那當過來嘅，不知不覺10足嘅時間又到嘅，轉到家來，老家。側邊坐下來，見斟茶，見食見講兩母就講坐下傳出個聲音嘛，嗰個喊講很悶咩？冇看愛才坐下煮飯咩？兩夫就講愛轉來嘢，兩夫講有飯好食咧，冇。兩母就講冇看到愛減溫快嘢咩？這個飯菜康腿做嘅好茶托嘅，半轉坐下，再去托煮好嘅菜出來。一個兩夫就講東看西看顯伯咯。兩母就講乜嘅講愛考試啊！在監督裏看書，兩夫講喊顯伯喊唔出來食飯，我等麥嘅菜來幫梁顯伯就講房間傳出的聲音講好啦，梁顯伯出來就坐下來開始食飯。兩夫就講見甜飯見講顯伯家18位下主愛聽書幫錯喎。梁顯伯講阿爸18位我有同19位嘅約好嘅，而去學校行讀書做研究寫作業。聽講要考試呢，兩個都考試，考乜嘅試啊？考腳頭病，考羊啦。也咪就講老婆
就像无读多书，多见唔能为克脚头病。梁父就讲啊，老姐，唔点乜嘅啊，我卡强读书，而且我哪有按多钱来本先北交学费啊？梁先北都讲哦，阿爸阿妹放心，一学期开始，我嘅学业有进步，有奖学金好交学费嘅。梁母就讲有样啊冇样，佢高兴，千两通。梁父就讲啊，就风潮嘅口气讲啊，千两通噶，爱两路诶是为做事哦。梁母就讲啊，爱人俩下卡辛苦地位冇天错，将来先白为做。语言有一干班子合作，爱人这是这啦，就有好幸福嘅。梁先伯就讲：阿爸阿妹，将来我一定会有孝顺能两位老人家。梁母就讲：将来托为不娘事，心求唔知会有孝顺么？梁父讲啊，莫说按道，穷开始饭啦。好来，再将大家来看下一些评一些，一个旁白讲啊，先白地的家庭穷苦，为了唔是爷娘失望，认真共讨诗书，减轻父母的金钱负担，得到的奖学金，继续读书，准备应付天公日嘅考试。当犯罪唔前失败，就睇到门外有死救嘅，也很没上进。一个死救嘅讲啊。用国语讲哦，梁山伯安尼话，梁山伯都讲啊，听到有人在个喊，喊一声就讲阿爸阿妹，我18岁，19岁来嘅，我等穷下去学校学读书。梁母就讲啊，我饭还唔钱，是黑。让俺脚就爱走位咯。梁先伯就讲啊，我18岁，其实也咪就讲，其实爱珍贵户口了咯。梁先伯讲啊，贪污事件就赚啦。19岁唔18岁嘛，19岁就讲啊，我18岁。梁先伯就讲来去讲啊，死叫就讲好。死叫梁先伯，死叫就合唱哦，合唱嘅条歌嘅，行路就见唱歌嘅，高山当行是学堂，两边开春好了了，认真读书忙工作，将来孝顺老爷娘。安尼话，旁白梁山伯同19岁离开梁家到学堂，当然真来看书写诗。一个时节，马文才就带阿飞甲3名嘅同学来到学堂下，就在合唱哦，演讲练琴啊，演讲当行亮起亮。狂风剑来像奇浪，一江小崖多情郎，电麦电到天太高，草野竹头下，草堆做面床，门内调到圈圈旁，多见寒飞扬，
落梅海外空欢夜长，望泉潭。也就是人哋合唱嘅嗰個啦。阿飛講啊，冇睇過，學堂多嘅哦，學堂多嘅。馬文才就講阿飛，唔去看2,800幾隻後嘅有來嘛？阿飛就講好，第一種作但呢，本馬文才錯，另外一人那人一沙點人。服侍馬文才，啊，那個阿飛看到2,800同49嘅讀書，伊就講我冇睇過2個人。馬文才講亂講，世上馬文才只有我一個人，哪有2個人嘅道理？阿飛都講啊，是的，唔係。我係講學堂對，有2,800同49嘅2個人啦。一個馬文才講啊，阿飛唔去喊加2個社會來幫忙，按樣辦處理唔啲好。阿飛都講我啲，修理嘅事情啊，包馬太過滿意，我們就講好，小心摸，嚟再看下一節開始打嚟哦。一個馬文才講好，小心摸，2,800講哎呦，驚叫，49講哎呦，一夾小伙計，唔過再矮，我再不會看一腳掌本事，讓無聲無氣嘅咯，無聲無氣呀，點嘅呢，按腳無聲。按腳就衰起嚟啦，其實人都講啊，我哋坐暗部一定冇水飽啦。同阿飛講，阿飛就講啊，報告冇睇過，冇生嘅喲，佢哋2點嘅呢，馬文才就講點超好嘅。阿飛佢就講啊，睇好嘅，有人來嘅喲。馬文就講來借我睇好嘅，會來搶點來飲一杯，澎湃2,800同49嘅，無緣無故嘅，本人大道失神，這時節拄好人心同祝英台也來教室讀書。人心先入教室，馬文才也一出現，一看到有人來，窮快3走。人心就講我馬文才嘅減少，有唔地做嘅，乜嘅壞事嘅，只得馬文才嘅後輩講啊，好淡莫走。祝英台就講啊，人心卡斯文18位，人心就講啊，足字，一個祝英台就講，蘇菲在嘴邊講啊，噓，莫講啊太聲，人心講啊，曉，唔咩足字啊。係足夠，祝英台，我唔係洗衫褲嘅足夠嘅啦。人心就講個家，按樣辦喊咯，我都喊公子好嘅。祝英台講也好，
穷下入學堂，唔先做先行，唔做先行。原先就講小公子，原做檢睇就講是莫按太上。原先就講讓我有兩個人，所以在天內下咯。愛水當初讓唔斷去有下水咯。所以唔使講原先唔看準啦，係嘛？原先講2800同49嘅出爽嘅呢，做檢睇就講原先夾幫忙付2800，原先就講冇吧，我先付49嘅張錯。做檢睇講過來，先付2800，原先就講49嘅係唔簽錯章。做檢睇講夾，原先就講唔錯，49嘅卡要緊，個要緊。做檢睇就講原先係2800卡重要。也係49嘅較重要咯，重要啊！做檢睇就講先喊上兩個原先講兩個好方長嘅，49個冇所謂。好，再看下一節，一個第七節，一個做檢睇。就講原先係2800較重要，也係49嘅較重要，兩實嘅拗來拗去。做檢睇講先喊上兩個2800，原先講兩個好方長嘅，49個冇所謂啦。2800講年租8塊。做兄弟，俺娘頭那眼痛我，原先就講49個，唔係只個痛唔係只個痛咯。49就講俺胸前一粒腫，哎喲，讓我按太粒，更加我讓嘅。讓個啥？也係讓個啥？原先就講夾，來去本醫生看，冇到報警察。49講報警察咯。原先講做乜嘅愛報警察咯？49就講報警察講馬文才帶人來打我哋。來打我哋2800就講莫報過好，人相報何時了咯？哪叫會說咯？是叫假冒兩個，我哋一身上真是為本也有馬事哦。原先講睇上講我上到嘅。所以嚟講原先嗰些上嘅講注意形象，我哋寫乜嘢？49都講上到乜嘅，夾，哎喲，眼痛原先都講先生有講過，那係有人欺負我哋。尤其係馬文才欺負先生用會推理我哋出頭，因對就講假如事不宜遲，來去尋先生用，窮快。假如一個澎湃做檢睇同原先假出別件事。為了讀書離家
路途安逸，所以向先生祝福，喝彩穷下喝，引台大仙伯等四杀，人来到先生屋下，拄好先生娘都在堂下，看到梁仙伯，大家真欢喜。详细看到梁仙伯同四舅的改签去促丧，祝引台也四杀，拜见先生，拜见先生娘。先生就讲哦，四舅诶，唔等同人人家去嘛。先生娘讲仙伯唔同四舅诶，娘会按摩人去，原心就讲报告先生娘，迄马文才嘅一村人啊，将佢哋打上嘅啦。后来再看第下一节嘅第五节，先生娘讲仙伯唔同四舅嘅娘会按摩人去，原心就报告先生娘。迄马文才嘅一村人啊，将佢打上嘅啦。先生就讲马文才，四舅就讲请先生娘主持公讨。先生娘就讲人来，也有一干药水，引台扶仙伯到房间。三脱下来，查话嚟，做得推风手中啊！引台就讲嗌，讲唔出。先生娘讲冇相干，有乜嘅好坏事？夾去，原先唔同四舅嘅過約教。原先講唔可以出家過下，四舅講原先拜託㗎，原先就講好啦，先生娘就講老誒，唔看引台同仙伯嘅事，先生就講我啲我心肝對也有想過，我讓嘅來處理過好咯。先生娘就講聽講嘢唔係考試下，先生就講係啊，考試啊。先生娘就講考核就變一白，引台唔係就愛轉去嘅下。先生就講錯㗎，冇唔錯。先生娘就講我想，我等後日先到仙伯屋下行一陣，同仙伯爺娘商量，討心求嘅事。葉先生就講每人有愛等出家來做，有道理，安尼話好澎湃。3年一到，梁仙伯做引台，終於畢業畢，先生娘來梁仙伯屋下談婚姻咩事。梁父同梁母，梁仙伯嘅阿爸阿媽，心中感覺到該好受好難。梁母就講乜嘅做引台係什麼嘢喲？了就講愛娘唔識聽仙伯講咯。先生娘就講到仙伯老實多見，還唔知引台係什麼嘢？先生就講一定兩殺，就係3人獨立，兩人真係天上一對一雙，
天下一对。我哋做太人社會，應該愛好好嘅來挪人嘅對婚姻。兩夫就講啊，哎呀，我哋屋企係窮苦人社，我哋屋企係窮苦人社喎。兩夫就講啊，我乃為啲。我乃為啲引退係唔咩會思想，驚怕我哋冇安好嘅福氣，退做心口。先生就講啊，只要我哋兩路嘅冇意見，冇人由我哋來承包啦。先生人就講啊，包影上嘅，後來再看睇是下一堂第六堂啊，先生人講啊，包影上嘅一天做呢，兩夫就講啊，家我乃叫來掏錢咯，先生人就講啊，一腳一好，先生都講啊，一腳。糧食給你愛會看啊，糧食給你愛會看。兩母就講啊，聘金太高餅，愛幾多呢？先也個先生就講隨意就好啦。哦，先生樣就講啊，愛食滿個引退，一定唔收聘金。兩母就講啊，2800嘅阿妹就講啊，樣有安好啊，一個先生樣就講哦，總等準備，認真做新家官新家樣就好誒，其他。唔是少，2800嘅阿爸，這個先生樣，家就拜託唔等內容，那家就拜託唔等內容，嘅先生就講啊，家我哋來轉，先一個好事好日來辦喜事。2800嘅父親就講，好，神夢感情澎湃。2800嘅爺娘，是先生樣來講，同來嘅先白做媒人嘅事以後，兩路嘅高興多，最合唔少，準備好信用件。屋內屋外，真理都相當好些。先白是叫嘅也特別歡喜到心度裏笑出來。三人同床嘅祝英台，竟然係一個細妹嘅，實在係有樣，真相真好笑。一個音樂就開始了，問白音，佢本人係周先生先結婚嘅日子，兩家來嘅親多親戚朋友來祝福嘅人行，鬧熱非常，都做當做是信用下橋。佢點蠟燭、吹白煙，叫做個阿橋講啊，新郎先白吐煙台，人心思舊窮下來，兩家聯婚結姻日，祝福添丁有發財。猜從他家鼓動樸素坎好，
伊个阿 Q 又在讲哟，俺也该做阿 Q 诶，司机讲来好话唔好话，台中就讲好，真好，真认真，真有教。阿 Q 都讲啊，阮哥5点来做货，台中就讲唐南，都对创哟，创一个郎才五毛一条歌诶，郎才五毛好姻缘，新郎新娘心相连，创条山歌来共祝，夫妻恩爱多百年，一家夫妻美满人，良心相印一团圆。三生种下姻缘果，四季山果祝百年，祝百年，大家都朴素。阿 Q 讲啊，来，新郎新娘祈福，新家官新家娘坐上来。1拜天地，2拜古铜，3送入通房，你才不厭嚇澎湃。鬧熱嚟音樂，一個宴席結束，親朋好友也散呢，都會臨暗頭，日頭落山時，新郎新娘無限一日。前又錯了，馬文才就帶呢一群惡霸來到娘家，不分是非，將新郎新娘踢開，當新娘間踢開，將2000百掏出來和談好，用呢個2000百。嘅大多實實唔啲人事，兩夫前來哀叫，但係惡徒人多勢眾，本惡徒大王在天，是叫嘅才嘅喊，叫人咯，啊呢，有人心都講唔好打話。會出人命呢？會出人命啊！現台就講啊，兩兄見叫後來再看下一團惡徒來到一個2000百嘅副卡嘅時節，嘅夜堂呢，一個都講啊，人心都講啊，唔好打啦，會出人命哦。現台就講啊，兩兄都見叫，見叫，兩母就講老誒，有樣嘅麼？兩夫就講啊，愛青係骨頭偏多，愛冇相干，去看先白，看那有樣嘅麼？兩母。2000百也咪就講啊，關心引談，先把唔得有樣嘅麼？引台就講啊，傷心，阿妹哎喲，先把，意思是唔啲人事誒，2000百也咪就講啊，愛看。來耶，先吧，佢唔判定，唔理下樣板嘅咯，是叫做講白咩？愛來腳走壞檔，壞徒不愛腳走嘅，兩夫就講叫人過重叫，是叫嘅。夾去請醫生，是叫講好，我馬上來去請醫生。嗰個澎湃，
梁山伯同祝英台判好婚事，还唔曾享受到新婚之夜，竟然本恶霸打到失神，唔定人事。原来是马文才为了得唔到英台嘅爱，抵得梁山伯祝英台爱结婚，心中郁卒疏气，难为派人先娶梁山伯。新婚嘅日，下读书爱使山伯来时，梁山伯欢喜唔成果，手里就多，需求嘅强医生来到梁家。需求讲先生，这两位系山伯嘅爷娘啊。一位系山伯，咱结婚嘅姑娘，梁父就讲先生，山伯拜托唔看。梁母就讲啊，一个改伤心，讲先生，无论样嘅，拜托一天爱救山伯。先生就讲啊，太错。莫笑，莫按伤心。我先来大麦看那事。梁父就讲先生，山伯嘅血压样办样嘅？医生讲啊，奇怪，同一般人冇同样呢。需求就讲先生，有救冇？袁心讲：司机，唔好讲不吉利嘅话。英台就讲啊，先生，请唔慈悲心肠，我跪下来拜托医生，请唔救山伯啊！真骄子。梁母就讲啊，我也跪下来。醫生講唔等大家放起來，全家跪呀在天內放，藝術黨唔起，司機就講啊，見教子見講，兩兄哥唔是心咯，袁心講啊，都見叫唔好講事嘅一隻事啊！司機就講啊，我將萬一兩兄哥死喺咧，我連就社會咧判咧。袁心就講啊，假充義氣講啊，司機嗰點地位，手指同夫人談到時，會更加傷心嘛。現在就講啊，都真叫，梁母也真叫，醫生就講啊，唔等樣按傷心，你等樣按上當嘅，人嫌愛來咯，唔等樣按上當嘅，人嫌愛來咯。好，將看第80，第80，一個梁父就講先生，山伯，醫生就講啊，我已經親力咧，唔過唔但要有心理準備。梁父講啊，嘅意思係乜嘅？醫生講啊，意思準備後事。梁母就講啊，歡喜咧，現台是叫袁心，見叫睇上嘅條叫澎湃。梁山伯冇想到喜事會演變成喪事，真係大家冇法度來接受也
亚伟事实，虽然2800年，经过有意纪念，祝英台心底里还是一直无法平静下来。我家爷娘思念每夜英台，派人来请英台在我家。一到家中，看到堂下人老爷，作风作当风，礼品表啊满满，原心是叫也随同在英台嘅身边。是叫讲啊，小子嘢木卡，让按多人行路，让我按多人行路。原先讲小子，唔看马文才同罗爷吹嘅，要讲要笑。是叫就讲马文才唔知讲乜嘅，唔看罗爷笑到最後唔笑呢。嚴就講強下入來談下，原先就講啊，參見老爺夫人，詩叫也相同，就參見老爺夫人。嚴就講啊，參見父親母親，馬文才就嘿嘿嘿，嚴太。英台提高聲音，講先本你嘅巴掌，別來去。做英台，做老爺就講，英台，人做得對文才按摩禮貌咯。做夫人就講啊，係啊，人家文才係人行呢。英台講啊，伊應該愛3000多萬多個，一個偽裝感人。有人想講文才畜生，馬文才係畜生，詩叫就講馬文才主教不義。做夫人講啊，做人台唔做乜嘅一陣烏卡來就安全咯。英台就講啊，點叫定講啊，馬文才開始先白，見叫，通常嘅見叫，做老爺個唔等全部同係點對，英台係本公土史書3年轉來。一些禮貌都冇，無往無此，就在出書大人。出書出到哪去咯？哪去嘅？馬文才就講啊，阿伯妹，請定莫書去。我想，英台對我有誤會嘅所在，做老爺講唔定看。文才一有禮貌嘅，那有像唔等，冇禮貌。後來再看下一節嘅第9節嘅做老爺就講啊，唔定看個文才一有禮貌嘅，那有像唔等，做老爺個唔定看個。文才一有禮貌嘅那有像唔得啦。原先要睇講話，貓石是羅處，假慈悲，是叫做講啊，就係咩？哦，做老爺講，原先唔同是叫嘅帶手機，手機入間房。麻煩真皮做信用，是叫講老爺，唔講萬人愛做信用啊！有人心就講啊，有相有咩無唐真，我有咩無唐真？有人心安尼講，做老爺，老子
讲本纪等谈清楚话咧，个祝福人就讲哦，罗亚嘅意思系爱引台受之加本运财，引台就讲啊，阿妹同阿爸糊涂嘅，眼见家系良家嘅心口，显白嘅补养。做老爷就讲乱讲，梁显白从来都冇承认系眼嘢细路，何况佢也下也死hết咧。做夫人就讲啊，引談眼也為系愛好，就準備家本運財，將來將有福享。引導講，眼死都唔家本馬運財。做老爺就講啊，安尼好，來人啊，將引台壓入房間，不准出家門。家人就講啊，做咩？小子是你哦，請莫怪人眼無理。引導講啊，見叫聲，眼唔啦。眼死都唔家本馬運財，生意越來越世上。做夫人講啊，老婆莫眼見，好好為講，何必夫傷感情咯？一個馬運財講啊，阿爸，一個事莫錯急，慢慢嚟咯。做老爺就講啊，慢唔得運財，傾講嘢出嚟討信用，將引台討轉去。馬運財就講好，我就轉來去準備，哈！馬運財嗱個合嘴唔少，我愛討引台嘅。我愛討引台嘅，澎湃，做家係好人家，做老爺，個貪腐欺騙，看唔起梁顯白，窮苦人家馬運財，趁顯白事業已經啊，慢慢討好。一個做人愛，個人說通講通人愛，答應一門婚事，但係做引台，前人輸過是也唔願意家本馬運財，從而勢不兩立，自顯白是後多見。引台莫者唔是走過，也下也罷強拗，引台家本馬運財嘅事實，一分一秒到位，在百感周折之下，引台只好刺殺而死，希望到引夫同顯白來相識見面。以上一個比起呢，梁顯白做引台嘅故事就寫到嘅這個哈，一個同一個語文地度裡有唔是有啲可以看本文嘅解釋哈，同時各位亦都插有按多嘅個位呢。主要是本各位鄉親大家嚟睇嚟講啊，一個客家好多個關於個有乜嘅優點嘅素材來刺激嚟求進步啊！同時本文地度裡也有一個連音詞啊，啊哦呀嘅啲嘅那個也有含有九音。
有言，叫做為了來講啊，真係有為了也咩呢嘅白嘅言啊，有話來也馬那加巴嘅言，以上非常嘅感謝大家，2800足音塔嘅提示，142也嘅錄音下來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嘅參考啊，亦係用讀嘅，亦嘅講。一個速度又過慢嘅18位以上，感謝大家神夢兒。神夢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